为着要让民众当进一步来了解党国时期的历史，不动产处理委员会委托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办台语的讲座，要来了解迄个时期的国家暴力对台湾的影响哦，望讲会当促进社会理解，大家做伙来思考转型正义。命令团结才有力量，同志即是手足。这个命就代表哪？1946年的11月，令呢？就代表1946年的12月。这是经过学者破解以后，对政治单位电报当中解密的资讯。国史馆协修吴准用9月17受不动产处理委员会的邀请，来向民众分享228事件前后的历史电报。同时，为着要避免消息走漏出去，电报内底一字一字背后拢有复杂的意思。这当中也有记录着当年228的时流传的民歌。228拍死冤犯啊，来起因了。民众放弃为公司情，还有啥？治官无理乱发机关枪，5位烈士来牺牲。为着要探讨中国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，不动产处理委员会委托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邀请专家学者，巡回台湾各地，计共办理8场讲座，用文史观点带民众来理解迄段历史对台湾的影响。宜兰场阮就会去讲迄当阵的台语电影的问题，伫个中华会讲有关这个语言的选择认同甲转型正义的问题。就是讲虽然是无一定直接讲东山，那毋过阮就是较放伫个过去迄个时代所带予台湾的影响。228事件和白色恐怖对台湾的国家认同和语言文化造成直接冲击，尤其有关转型正义相关的3项修法甲2项立法的事项，目前进度也阁真慢。基金会要邀请民众透过讲座做伙来思考转型正义安怎行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、丁玉瑞台北报道。